来看新北有一个34岁姓黄的女性，伊是互诈骗集团甲找去做车手，坐高铁去到云林甲南投甲人收钱。第3站来到中华的时阵，去互警方甲掌着，现场查到现金140多万。中华警方锁定这查某人入去这大楼的时阵抓人，原来这查某人是诈骗集团吸收的车手。你送什么？送什么东西？他就叫我帮他送东西。送什么东西？警方伫身躯超出141万元。姓黄的查某人表示，家己为自责为新竹市坐高铁出发，先是到云林高铁站收一个被害查某人90万，了后上巴到南投草屯，向另外一个查某人收31万，随去搁到中华园林收钱，都互警方掌着。正与妇人面交诈骗取款新台币20万，并查扣新台币141.2万、工作手机1支等相关证物。诈骗的案件实在有够多，台中警方除了拍影片，用 AI 辨别的方式提醒民众唔通相信不明的影片，也分析台中市诈骗的状况。台中市12月到截止，总共发生1960件诈骗的案件，是全国第2名。财损金额有大票12.6亿元，是全国财损第3名。其中用假投资诈欺上济有592件，也有5大涉财交友软体。歹徒几乎都在交友软体跟网络上来钓接触被害人，之后呢，便要求他加入赖继续做联络，每天的嘘寒问暖，增加被害人之间的信任感。就是说，中国这些都是成人，然后还是拿着就是现金，然后走到页面去做购买比特币这种东西，然后找到对方的钱包。警方表示，这5大涉诈 App 分别是派爱做、CMB、抖音、Tinder、甲探探。被害者出面表示，伊是透过交友的软体熟悉网友，产生感情。对方摕到现金了后，就开始诱导伊下载投资 App， 用现金买虚拟货币转入诈骗集团的钱袋了后，对方就消失。提醒大家都要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